提干配备物质田界堂，就为新一田界，人也就为老庄那么堂，公正那么田界广播的嘞。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提干你推就六个期末就在六里，你都九九六，这样六十七年级，那么我们来去，展年这样演说去，早上我有谁？这里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2016级音乐学师范班旺堆同学的扎念音乐会现场。정말 금요일 너무 원딜라 조르 체베 공처디 지회 길러용 기구섭 슈네 기남데 사시 주수제네 디링이 연서디 센시 넘버 페바 니타만에 통치시 주주의 首先，在这里，我代表旺堆同学携所有今晚音乐会的演职人员，衷心的感谢大家的到来。俺你提定的作业完，你注意。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戴雨丁。提定演说的团体大哥，那么我对那里推动西子重建，我们连中空的配备那么细意。电视剧录新的作为呢，让录制我其他，因为新一南体，黑米强制突入了，空气抗救人员检查就位，展演做设备推的水源这样就在它，目标结合的人员是被凶路所了，人一体百分之难听，推的水源人物展演它，比如目标的人物脑筋所，主动性的把抗战时间有了，实际上现代的当下，迷惘是三种难源。旺堆同学呢，来自于后藏日喀则昂仁县。过去的大学生涯中，在学校及学院领导的关心和呵护，以及老师们的精心栽培下，他刻苦钻研于以扎念为主的藏族传统音乐文化和中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以具备扎念、逼望等藏族传统乐器的演绎能力和钢琴即兴伴奏的基本能力，并先后创立了声乐作品10余首。그 강제종 비리 루가 약속하게 미리 시인지 장애니 루가 약속한기 수을 한함도 바로에 너무 시지 기능을 다 기지 사지 사사 공보 도매라서 유로소스 주동 문제의 계시상 남바 나서 차규 디링이 공처들 그 유로소스 계시되면 장애 루가 타지다 비원 기시에 장애 계주기 잠수사바 기시에 너무 들人一体西藏当三宋那位藏家的这支戏乐。西藏是歌舞的海洋，而扎念歌舞在众多的藏族传统歌舞品种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地理、人文的差异，形成了不同文化区域的歌舞及扎念的演奏风格。因此，本次音乐会我们安排了阿里、日喀则、林芝、拉萨等不同区域的典型曲目及扎念的独奏乐曲，以及旺堆同学独立创作的部分声乐作品。下面扎念杨枝这是他七八的在那优秀。下面请欣赏扎念合奏扎西巴珠表演2016级音乐学师范班，掌声有请。
我